窄嘅辦公室都可以運動。辦公室健身術系列教你企喺度、坐喺度，每日用零碎時間從頭到腳活動一下，返完一日工都唔會變成僵屍。髖關節結構牽涉好多深層組織，附近包住多層次嘅肌肉、韌帶同埋關節囊。多運動可以預防因活動不足而令到肌肉萎縮。呢個動作需要轉動大腿，令膝蓋打向外，動用到深層嘅髖外旋肌肉，維持身體重心穩定，單腳平衡，一隻腳打側屈膝提起，向上提至腰水平，同時上身側彎，再回復上身挺直。靈活度高嘅人，膝頭可以掂到手踭，掂唔到就唔好勉強。目的唔係要彎低身掂膝頭，而係要感覺對側身體被伸展，同用到對側臀部四周嘅肌肉。除咗髖外旋肌群，呢個動作亦都係鍛煉抬腿一側嘅髂腰肌。而且要企得穩，就要繃緊核心維持張力，並需要動用腿內收肌群。呢個動作就有以上咁多功效。比較下左右腳抬起幅度，可能會發現有差異。呢個運動可以有助調整盆骨不對稱，